一年燒咗1130億美元係咩概念？呢個仲只係谷歌、微軟、Meta 同埋亞馬遜呢四大巨頭喺剛剛過去嘅一個季度入邊砸落 AI 度嘅錢咋？但係砸錢多就等於賺錢多咩？最新數據揭開咗一個殘酷真相，有人嘅 AI 投入係喺印鈔，有人就完全係喺燒錢。結論先行，谷歌回報最高，亞馬遜最穩陣，微軟同 Meta 潛力大，但係仲需要啲耐心。點樣咁講啊？我哋睇個核心指標啊，資本開支佔營收比例。簡單講呢，就係每賺1蚊要反哺幾多去 AI 基礎設施建設度啊。數據唔會呃人，微軟45%，Meta 38%，幾乎係將賺翻嚟嘅錢再狠狠砸落去。而谷歌淨係得23%，亞馬遜仲低至19%，明顯係打法更叻、壓力更少嘅操作。咁錢係點樣變翻收益嘅？谷歌係效率之王。靠 Gemini 優化廣告，點擊率飆升，投入直接變返真金白銀。亞馬遜就雙線發力 ，AI 唔單止帶動咗 AWS 雲服務，仲令電商廣告更精準，回報夠晒穩陣。咁微軟同 Meta 呢，佢哋正面臨投入同回報嘅時差挑戰。微軟嘅 Azure 雲業務增速高達33%，Meta 嘅核心廣告業務都受惠於 AI 優化，但佢哋嘅 AI 爆點仲未真正到嚟。呢個唔單止係財報數字遊戲，仲直接影響股價嘅。諗下11月嘅市場波動，投資者最驚嘅就係高投入，但睇唔到即時回報。咁問題嚟啦，你會點揀？係留底 Meta 賭佢未來，定係加倉谷歌食現成紅利？評論區話我知。如果呢期分析對你有用，一定要點讚訂閱。我哋下期再見。